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浩明，欢迎收看《福起来》。在以前传统华人的社会地位，细妹也会要求爱守规矩，爱疼爱自家家庭，疼爱自家的先生。但是疼爱时代进步，我哋而家细妹已经是以前冇同样嘅，一定要受到更好教育，一定要寻到嘅工作嘛比以前更好。你今日邀請到係屏東縣吳秀夢商館，劉美秀嘅處長，還有我哋社工涂家碧來到嚟現場。我哋歡迎我哋嘅處長。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還有我哋嘅社工。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想問一下，我哋嘅吳秀夢商館已成立幾位啊？這女性夢想館大概是在103年5月的時候正式開幕。那我想，因為在102年左右，政府單位開始推動一個性別主流化的這個政策，在公部門裡面，希望各種性別的人，他在政策裡面，他的聲音、他的需求都可以受到我們的政府各種社會政策的這個重視。那我們大家都聽過有老人活動中心，有這個兒童福利中心，有這個青少年中心，可是應該很少人聽過有我們的婦女中心的部分。所以當時的應該是我們的內政部，他就讓各縣市政府去提案如果有一個女人的夢想空間的話，那你怎麼樣去規劃這個空間，讓女人的夢想可以在這個地方可以來實踐？那當時屏東的這個提案就得到內政部唯二的2個縣市拿到的這個經費，所以有了今天的這樣的夢想館的女人夢想館的一個今天的誕生。所以它不是每一個縣市都有這樣子的夢想館嗎？對，當時那個女性夢想館只有2個縣市拿到這個計劃，另外一個是新北市，那一個是屏東，好，所以是6都以外，我們應該是第一個成立這個女性夢想館的縣市。哦，我們是第一個。對，6都以外。哦，是，那其實非常不簡單的哈。是。你們當初這個女性夢想館，你們哪都要2年時間，你們當初會設計很樣啊？就是說你們當初對於女性夢想館的一個想法是怎麼樣？當初你們的設計是怎麼樣？我想當時的工作團隊也花了很多時間去討論，就是因為長期以來女性好像被很多她是一個照顧者的這個角色會比較受到關注。那可是一個女性，她離開家庭了之後，她想要去什麼樣子的一個空間，是她會想要去，而且是她有一個歸屬感的這樣的一個地方哈。所以我知道當時的規劃團隊跟設計師本身是一個男性的設計師之間有很多的討論，包含設計師可能會認為說，女生是不是都喜歡粉紅色啊？對啊，喜歡紅色啊，不是嗎？不是，我就不喜歡粉紅色哈。所以我們其實想要營造一個讓女性可以放鬆，那很重要的是這個地方又有很多的學習的資源，是她可以除了家庭之外，她可以得到很多學習的養分的地方，讓她覺得沒有壓力，她不用再去負擔那個傳統的角色，她願意來到這個地方有一個歸屬感的一個這樣的一個地方，所以是整個工作團隊大家絞盡腦汁、腦力激盪才有現在的這樣的夢想館。那你頭都講的係啊，我等一般人如果想到講，細妹也一定愛粉紅色啊，那最慢能決定用什麼顏色啊？我們用了很多的色彩，讓它很繽紛，很明亮，是一個比較快樂的這樣的一個氛圍。那空間的規劃呢？空間的規劃上面呢，是應該講乜樣的女性的需求啊？對，那這個就要回來，我們來想一想哈，女性跟男性有一個很大的不一樣的地方哈。女人喜歡聚在一起，聊天。女人是一種比較情感性的一個交流，好，那很多的討論，甚至很多的挫折，在家庭相處上面，親子關係也好，婆媳關係也好，夫妻關係也好，女性很習慣在交流的過程裡面會釋放自己的這樣子的一個壓力哈，那而且很容易3-5個人聚在一起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女性梦想馆的空间的设计上，充分的去符合女性这样子的一个特质，所以它有很多的学习空间，可以是小团体的，可以是谈心室，可以看电影，可以一起来读书会。那有一些女性她可能有一些的才艺，可是她也许不一定是很大的作品，可是这样的一个女性的作品，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空间里面也有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式，展现女性才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她也许没有办法有很多的经费可以去外面租很大的场地，像文化处啊，很多的地方也有一些艺廊之类的可是我们也希望给女性她的一个才艺让大家都看到，所以我们的空间的设计上基本上是朝这样的方向去做设计。可是我哋空間嘅規劃嗰時都引領我哋嘅細妹可能嗰度希望講嗰度兩三個細妹我講一啲心事啊，聊心事。嗰時我哋都設計嗰度我哋細細嘅房間，邊人可以去講心事，網絡看天詩，網絡看天也蠻好。咁唔係呀，女性夢想館點解啲伊哋最大服務嘅對象係乜嘢？還有個伊哋服務嘅內容係乜嘢咯？其實我們把它定位，它是一個學習的平台，那以及是你在家庭之外，你可以來這裡休息的地方。所以這個休息包含，你可以來獨處，所以你有可以讀書報的小角落，那你也可以有3、5好友在這裡做一些討論跟讀書會，或者來參加我們的社工所為大家安排的各式各樣的一個課程。那更重要，其實我們有一個更大的目標。我們覺得女性的聲音在這個社會上應該要被聽到，這個其實也是性別主流化這個政策最重要，就是性別各種不同性別的聲音應該被看到。所以我們最終希望可以促進女性的社會參與，女性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的聲音應該要去出來。那很多的婦女可能做志工，那可是他可能參加社團的時候，他不一定習慣把他的聲音讓大家聽到，所以我們也很期待能夠培養一些女性的領導人。那這樣的領導，我們覺得是對社會公益、對議題的關心跟表達。我們希望的這樣的學習平台是引導我們的女性做更多的社會參與。可是也是一個交流的平台啦，就是它是一個交流的平台。是。也在平台上面，其實交流的其實唔單止係你嘅心情，其實交流的嘛係你一個知識的一種培養，還有人對一個社會參考的一種能力。就是說，這個平台上面其實交流的不只是一個心情。好，你剛剛說，剛剛處長有提到，就是我們可以3、5好友聚在一起，我們吐露我們自己在生活上面的一些壓力什麼之類的，那其實它也是交流的一種能力。就像你們都有講，你我以實際的口察，最後的是你的希望講，這些女生其實她可以交流一些她在應該說是她們在社會上的一些能力，就是說她們自己在社會上地位的一些發生的一個機會，或者是一些方法。從相信一下最慢的地方係最難去搞的，就是說。剛剛處長提到最後一點，就是有關於這女生發聲的一些權利。其實這個其實是最難去處理的部分，就是說你怎麼去實現這一部分的東西。其實它要有一個歷程哈。那例如一開始我在跟我們的社工討論的時候，我問他們說，我們應該開些什麼樣的課程哈，吸引這個我們的婦女出來上課啊？那開始的時候，他們其實會說一些婚姻的課程啊，那這個親子關係的課程啊，家庭關係的課程，那我就會提出一個質疑說，那這樣的課程不是我們要做的女性培力的這樣子跟女性社會參與的課程，可是同仁會告訴我，可是你要先讓女性從家裡面走出來啊，所以你要先從她們有興趣的課程開始，而且習慣就是到這個地方來上課的時候，那我們再開始慢慢的一點一點的把我們的想要他們未來成長的方向的課程一點一點的加進去哈。所以我們所有的課程會分階段，先讓他願意出來上他有興趣的課，但是我們這些課程也都非常的精彩，我們的邀請的講師也都是特別去做邀請，那我們會層次不一樣哈。那我們也有一些是對於社團的女性領導人的這樣的一個課程，也常常辦一些的觀摩哈。那到後面可能這幾年開始，
我们还有一些微型经济的课程，那未来我们会慢慢也会定期有一些大型的讲座，邀请一些在社会上投入社会公益或者她的事业有很多的一个发展的这样的女性来谈谈她的心路历程，她怎么在家庭跟个人发展中间得到一个平衡跟发展，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个历程所以我们其实是渐进式的去做发展，让女性愿意喜欢这个地方，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愿意出来上课，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部分。就像刚刚处长有提到，就其实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先让我们的女性同胞先从家里面走出来嘛，对不对？那你的开课程底杯，那些课程应该最好的呀？婚姻同家庭。婚姻同家庭，那今天你的婚姻的按摩，我们现在的婚姻有那么不好吗？为什么婚姻跟家庭是最受欢迎的课程呢？一开始个课程就是可能父母朋友对个课程更有兴趣啦，因为他家人因为结婚过后行业家庭嘛，所以一定会对一方面的课程更太兴趣。其实我哋睇上课的时间，一定拢会主动来问讲，乜个时间要开婚姻同家庭的课程？可是，婚姻同家庭底杯是都系教乜咯？我哋每年的课程的规划拢无同样，可是我哋的主题都拢会锁定在婚姻跟家庭里面。我哋每年我哋会有一般我哋会排10堂课啦。老师会带讲，比如讲对亲子的部分，就是如果讲同先生的用的相处啊，同家用的相处啊，用的对这个的部分，其实对妇女朋友来讲，其实他们都还蛮喜欢的。可是我哋要照顾下心情，要培养一点能力。其实我哋呢，唔是梦想干做事情嘛，几多哦。休息一下，等一下我马上过来。欢迎过来福起来嘅，我哋屏东县唔是梦想干地方要开婚姻同家庭的课程。我哋今日马上来问我哋嘅沙公公，马上到婚姻同家庭，请问一下什么叫婚姻与家庭啊？参加人系咪婚姻嗰冇人啊？其实唔係啦，其实应该讲父母朋友出来时间，我哋呢度提供一定嘅学习嘅意願，所以其实我哋會設計比較貼近他們的，比較貼近他們需求的。因為婚姻行業家庭之後，攏會同先生啊、同家用啊、同細人嘅嗰個關係啊，所以我哋會設計安尼嘅課程來吸引他們出來。可是其實我哋那個父母朋友一定大部分的憧憬都不用在盧卡地方啦，盧卡先生啦，盧卡生意的啦。可是可能安尼課程對人來講係最實際去實驗嘅，因為一定可能講到喺我哋婚姻地方可能有遇到嘅事情，還有我哋家庭地方遇到嘅事情。像日安尼課程地方，差唔多有多少人來參加？差唔多我哋呢課程班我哋唔會班大概20到30位。咁馬個係婚姻同家庭的課程，地方係有用嘅內容。其实这个课程主要是我们排了10堂课，那主要是针对妇女她自己自我成长的部分。那课程的安排我们是采渐进式的，那可能包含了有对可能跟公婆之间的相处，跟先生之间，或是跟孩子之间的相处，那包含是说妇女怎么样去适应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整个家庭环境的部分，主要是在针对他自己成长的部分。其实我是因为过重要了哈，因为其实我哋没准备好能结婚的，很多人都是在一个没有准备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结婚，然后就有小孩子了。可是经验的家庭生活以后，根本可能冇時間去學習講人樣同人哋公婆傾下，冇都講樣嘅同人哋先生傾下，冇樣嘅看得係人哋嘅生意咧。最重要都講，我哋有時隻我哋咧我哋女性朋友喺路卡過久以後，一定唔定外面嘅社會發生乜嘅事情。可是你也按好課程，都講我哋嘅細妹嘅朋友講，一定樣嘅同我哋咧我哋住在嗰年去傾下樣講啦，體能過好，冇都講同我哋即個過好。從安和課程係咪能屏東是可以上得到呢？在103年我們的夢想館剛開幕的時候，
因为我们还在想什么样的课程是适合我们的女性。那像刚刚佳慧讲，我们用婚姻与家庭的课程把女性吸引出来。可是后来我就在想说啊，可是我们屏东很狭长100多公里，那我们其他的妇女想要上这么好的课程，都得跑到屏东市来上，怎么办？所以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虚拟的学习课程，叫女人梦想大学的这样的课程，把梦想馆的课程放大。所以我的梦想太好。对，这个梦想大学它不是真正的大学啊，也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的一个大学，它是一套的课程。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可能婚姻与家庭是课程之一，可能亲子关系是课程之一，怎么样自我照顾是课程之一，怎么去关心这个社会，怎么去参与社会公益，怎么样发展成一个女性的一个领导人，都是我们的课程的规划之一。那我们想要把这样的课程透过行动学习的方式，把老师带到乡下去，带到社区去，让我们在地的妇女也可以去学习。所以我们把这个我们梦想馆当成是我们这个梦想大学的校本部，那我们就在屏东的中部跟屏东的南部，我们叫屏中跟屏南，就找到可以合作的妇女团体，请他们在地帮我们找可以上课的地方，可以帮我们号召妇女，告诉他们，我们那个梦想大学的课程要在这里上课，要开课了，请他们来上课。那我们就邀请讲师到这些地方去上课，这样我们就屏东在很多的地方，很多乡镇里面都可以来上我们这个原来梦想馆可以上的课程，那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梦想大学。可是变成讲我们的梦想馆变成一个基地，我们的梦想馆变成一个基地，但是也可以经过我们的细妹的梦想大学也一个课程，我们女性梦想课程，那梦想大学这个课程，我们可以在屏东市北部我们的梦想馆、屏中、屏南，就可以各种各的妇女都可以就近去上课。是。课程的设计呢，由你们来设计吗？课程的设计是由你们来设计吗？对，我们每一年都会针对前一个年度的学习的状况来做一些的修正哈。那例如，我们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女性到了中年的时候，她也会有想要再度外出的工作，但是可能她要同时兼顾家庭，又同时能够有一个经济独立的机会，并不太容易。所以我们也尝试着把一些微型经济的课程带到我们女性梦想大学的课程里面来。那再加上就是合作社的业务也在这个社会处的这个地方。那我们发现，微型经济跟我们的一个合作社的制度的共享的精神其实是很像的哈。那屏东也有照顾合作社，也经营得很不错。所以我们有一年，我们也是把合作社的课程、微型经济的课程，到现在为止哈，都还是我们这个女性梦想大学的其中的一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的学习课程。其实微型经济都其实讲唔一定过太规模经济范围啦哈，但是至少可以帮我哋呢，我哋的小妹我哋的妇女家，假如伊要家庭可以照顾好嘅，一定还是可以来发展一下经济的方法。像你们的微型经济的课程啊，大概有讲哪些课程？其实我们比较偏重就是手作的课程，跟一些女性自己制作的这些的一些的好料理哈，那饼干啊。他自己的手做的东西，因为我们就觉得很多妇女其实非常关心自己家人的健康，所以她会用照顾自己家人健康的心情去做出她自己擅长的这个料理也好，饼干也好，什么样的一个点心也好，她用这样的心情可以跟其他人做分享。那再加上现在其实网络上也有很多的一个平台哈，那社会处办很多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也都会邀请他们。把他们的手做的一个东西来跟大家做分享，虽然这些收入并不是很多，他能够赚的钱不是很多，可是很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得到另外一种成就感。那个成就感是有别于他在照顾家庭的，他可以展现他自己，他会跟别人分享，他得到他对家人这个健康的这个照顾的这样的心。会被别人看到，很多人也会称赞说，这么好这么健康的东西，他愿意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鼓励妇女走出家庭里面很重要的其中一个过程。其实要么可以不要以这个可以有痴心啦，以这个做东西发现可能可以卖钱，
其实这也会让我们的妇女同胞会有更有自信，因为他们以前常常会觉得说啊，我们在家里面做的是家常菜，或者是一些小东西，但是没想到说这些小东西其实可以卖钱的，是他们是有能力可以靠自己活下去，对，一步一步的。对，咁中亚的考场地方吼，中亚的我想问一下，中亚的考场地方有乜嘅婦人甲我哋話等細妹嘅朋友，伊參加考場以後，係俾我個影響個層面嗎？我哋其中有一啲烏克麗麗嘅課程，有的婦人家出來時節，其實伊對呀伊唔會彈，唔過伊來上我哋課之後一路變得會彈嘅，過後我哋會鼓勵的，比如講依靠街頭藝人，依靠街頭藝人。對於彈可是要靠街頭藝人係兩回事呢，因為街頭藝人第一唔係講我哋會彈烏克麗麗，我哋有的人覺得會彈烏克麗麗，但是你靠街頭藝人時，面對面的，看朋友的一定幹下。其實一個課程我哋係漸進式的啦，我哋會分初階跟進階。其實初階、進階上去過後，一定對自己更有自信。伊同我講，佳慧。之前我唔是有彈音樂呢，更加好，還可以拿烏克麗麗彈本來聲音來彈呢。對，其實，在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們培力的過程啊，他從不會，他到他會，一直到他說他參加了街頭藝人的考照，他同時也考到，也同時也考到那個證照。然後現在他們是變成是說，他們組了自己的一個團體，你的社團，對，他們到。機構、老人機構去做關懷的服務。不是一定對伊哋開始學習嘅人，好對伊哋完全英語唔會人，伊學習以後，伊考上一個執照，最起碼一定可以把伊哋的能力分享給其他人。就你說他們會開始去其他的其他的單位去分享他們的音樂，所以說他們從一個接受的人變成一個給予的人。對，其實剛開始同仁在規劃那個烏克麗麗班的時候，我就說，我們女性夢想大學不是在開才藝班這個學烏克麗麗到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學。但可是同仁就告訴我們，就是其實婦女一般都送她的孩子去上才藝課，可是她自己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那而且我們的社工後來就告訴我說，其實這個真的也是一樣，是一個媒介哈。那看到很多的婦女參加了這個烏克麗麗這個班之後，她其實也學習了一個怎麼去參與一個社團。那我同時跟同仁討論說，那我們不能一直只是開烏克麗麗班哈，所以同仁我們的社工開始在這個過程裡面引導，就是那你們在公部門也享受了這些學習的資源之後呢，你們有沒有想到其他沒有享受這些資源的人，你可以怎麼去關心他？就會有剛剛佳慧講的，他們就自動自發的到很多的需要被關心的地方，像老人安養院去慰訪老人，然後彈琴給他們聽哈。那甚至有婦女考上這個街頭藝人的這樣子的一個證照，其實這是很大的成就感啊！就是他從自己是一個照顧者，最後變成一個參與者，最後變成一個可以付出的人哈。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夢想大學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讓婦女可以走出家庭，有更多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社會參與。所以即使烏克麗看起來沒有什麼，這裡面有我們社工的很多的心思哈，在過程的一個引導，甚至這個團體現在已經不需要我們社工的陪伴，他們已經獨立自主，很多的地方都是自己去自己安排自己的這樣的公益的一個課程。那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婦女成長的一個很大的一個安慰。就是說，幾乎這個烏克麗麗，你剛剛所描述的這個整個課程的一個過程，就幾乎把剛剛處長您所提到的，怎麼去吸引我們的婦女朋友出來。第二個，讓她可以培養能力、吸收知識之外，然後她可以開始學習去參與社團。就是說，在社團裡面會有各種各式不一樣的人，有些是領導人，有些是跟着的。好，那從跟着的慢慢變成一個領導人，甚至是說他怎麼去配合大家的一個行動，最後。他居然變成是一個可以給予的人，可以去照顧別人的人。或是也一啲課程看好來都一啲記憶課程，其實也包含了嗰度，俺都同初中人講，俺的女性夢想大學裡邊，它其實希望涵蓋的一個層面。或是這樣的課程的設計是一度都蠻困難。一開始設計的時間，困難是還好啦。
只是讲我哋会就是因为有的人因为时间无法度配合嘛，所以我哋会整合他赶紧可以出来时间，然后出来上课。更加变咧讲，我哋呢课程已经排2-3年了嘛。其实更加个太进步吼，伊能从个被动的学习变成伊能个主动的学习。其实伊能拢会来主动来问我讲，马师姐我要快课啊。可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其实我们会把资源，就是我们会平均做分配啦。其实变咧讲，更加伊能七家，我哋无安尼经，伊能会七家出钱抢老师来，就是在跟他们想要再更精进的部分。变成伊的学习呢，这个附近的。嘿，好，我哋咪嗰度细妹的梦想太好故事，睇下一团哦，莫转台哦。我系过来福起来的。我想我问一下佳慧吼，头我哋初中有讲我哋细妹要爱参与我哋沙期，其实也系最难做到嘅事情。可是我哋喺课堂里边，就很用嘅设计我哋我哋细妹伊去参加我哋沙飞啊呢一啲事情。其实我哋办课程的时间吼，我哋会设计讲，伊来参加我哋课程过后，对伊七家有乜嘅帮助？对七家有帮助过后，我哋会带伊下去沙期。就是我们的公益下乡的课程。公益下乡哦，很用嘅一啲课程的内容。比如讲，我哋会搞一点工做比较健康饮食的，就是说，可能妇女她对于她自己孩子家庭的健康，她可能会比较重视。那可能我们会安排这样的一个课程，教他们怎么做，然后他会把这个，我们就培养他们把这样的一个课程的那个怎么制作的方法。我们带下去我们的社区。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先教妇女怎么去做这个东西，然后请妇女的朋友带去我们的沙期，还没安的意思？对，因为其实他们自己也会想说，其实，我把这个技能学起来了，他也想要分享。那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公益下乡的一个活动，我们就把他们带下去。可是等于讲我哋呢妇女嘅朋友，係一啲种子，好，你去教伊哋以後，然後你幫伊哋。三日提伊哋即個沙期地步去，第一幫伊哋可以學會去交朋友。聽伊講，我哋可以幫我哋父母嘅朋友，伊哋可以直接去參加我哋沙期嘅活動，係咁嘅意思係咪？是。就這樣嘅公益下鄉啦，或者是我們所謂的婦女參與的一個課程裡面，他們有沒有什麼樣的成果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其實簡單的說，我們的夢想大學夢想館的目的就是讓婦女從家裡走到社區。然後他本來是坐在台下聽講，有一天他會成為台上的講師，那這個對婦女的改變跟她的成長就很不一樣。所以公益下鄉，簡單來說，它就是一個素人講師。我們不用花很多的錢去請很多的大牌老師去下鄉當講師，我們培養我們的婦女，她上完課之後，她成為一個講師，到別的鄉鎮去的時候，她已經當老師了，她就會有很多的這樣的一個成長。那我們在去年的時候，我們出版了一本叫做《女夢踏鄉》的這樣的一個課程哈，它這裡面其實我們收集了33個鄉鎮的婦女的故事，而且這些故事呢，其實就是來我們女性夢想大學上課的學員，他們自己一個鄉鎮一個鄉鎮去找出這樣的一個代表的女性。可是可以自己去採訪哎。對，自己去採訪，然後是書寫。那我們只有在出書的過程裡面找一位作家幫我們做潤稿的方式，所以這一本《女夢踏鄉》的33個鄉鎮的女性的故事，它也可以說是我們女性夢想大學的一個成果，完全就是素人作家、素人講師、素人作家，然後寫女人的故事，發掘出女性的故事，讓大家知道其實女性在我們的社會裡面其實扮演了很多的角色。那特別屏東其實是一個農業社會，我們很多農村裡面的土地上面的農作物的這些的成長，其實都跟女性息息相關哈。那我們看到女性的這個力量。所以說
这一些应该说作家、素人作家好了，他们一刚开始是不是从我们的写作班开始一步一步训练？对，我们会教他们怎么做采访，怎么拍照，他们要分工，有人做采访，有人做记录，有人做拍照的工作，有人回来要整理这些的资料，那这都是一个学习。可是伊哋学习了到几基本的以后，然后你即个去前面的主题去访问伊哋，然后专门你像我哋伊啲作家来同我哋润稿，然后你专门你出了一本书。可是这本书根本就完全跟我哋呢五星的朋友，我哋呢富人家朋友，他们所的成果这个集结的一个成书。是，而且我们这本《云梦他乡》也得到一个女性的扶轮社的赞助赞助整本书的这样的一个出版，所以我们都觉得女人帮助女人，用各种的力量帮助她，透过女性梦想馆的集结的这个平台，把大家力量结合在一起，让大家看到这个成果。因为其实因为讲，其实社会的力量，因为时代无共样的，可是社会的力量已经同以前已经无共样的。那像女生参与社区这一部分呢，那你处长呢，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对于未来？其实我们女性梦想大学的课程，我们在学习中慢慢的去做修正。那像今年以来，我就发现说，其实现在长照2.0的这个议题被很多的媒体，大家也都在讨论这个我们的照顾问题。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家里面很多的妇女其实扮演了这样照顾者的角色。那这样的照顾的角色有什么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可以跟别人来做分享呢？但是我们又希望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呈现，所以我们今年可能会有一个摄影展的部分，我们会让妇女来上我们的摄影课，那一样可能会去做采访，那把一些女性照顾的经验透过摄影，那最后我们会有摄影展的方式跟大家做分享，那个就是从一个女性的眼光，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照顾者的角色。那所以在讨论长照2.0的这个议题的时候，也会有另外一种方式来呈现我们女性照顾者的经验。所以我们在寻求各式各样的媒材方式，去让女性参与，女性在家庭、女性在社会、在社区里面的这些角色，让大家看到。可是其实头讲的一个业养站的一个事情，还是讲我的归重要的讲，因为我哋呢什么样的妇人家，其实拢係家庭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角色，但是其实我哋其他人唔係講，其實照顧人其實個辛苦。可是嗰種用伊哋嘅眼光，用伊哋嘅眼珠去看照顧嘅人，其實你可能吸出來嘅東西，我可能冇同樣。是。可是像我哋用，其實我都講主動講到一個最重要嘅東西，講我哋唔係講可以參加政治，就是說參與社會的方式，其實不是只有參與政治。它其实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我们直接去观察社会，我们去，或者是我们用记忆去分享社会，或者是说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记录这个社会，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参与的部分。我觉得好多初衷一件事情，可以提倡能够，比如我哋嘅婦人家朋友可以對盧卡行出來。可像按火課場嘅敲門一下，我等要報名，我們怎麼報名啊？可以上我们的官網。那现在也很多社群网站我们的课程都会在我们的女性梦想馆的脸书上面做公告。可是你这个头都有讲啊，一个课程10堂课，然后每一个课程大概20到30人，怎么够？那我怎么办？我们规划有很多主题，对，我们大概分了7大主题，对，哪7大主题啊？有自我成长，然后婚姻跟家庭，然后身心保健，然后性别议题。然后再来就是权益跟社会的参与部分，再来就是我们会针对组织人才开这方面的课，还有女性师资人才。可是課程的內容幾多樣呢？課程的內容非常的多元。但像咱呢，五星的夢想太好成立研究以來，有本能夠影響過成為故事嗎？講到也幾好，我有問到我本來個影響過成為一件事情，但係夢想館講都可以實踐好。因為迄個完全開放的空間，有因為啦，反正你都會每日下晝4點半，都有啲工人強嘅父母朋友一來做，差唔多過一段時間都會一路做嘅哦，一切都有因緣。伊刺痛前嘅講法，伊講吼，伊睇下你一個空間啊，伊有可以個表現個刺激。伊成擺咧睇大家庭入擺，其實傳統嘅大家庭其實本身佢會壓力過大啊。
一般来讲，家官家娘伊会感觉讲身躯唔可以屈过体健呢，伊应该出来同他家人交流，打嘴鼓啊。伊会感觉讲伊无自家喘息的空间，所以伊同我讲，伊摕个家庭的唯一的喘息的空间，愈系伊去接生人的下课前的半点钟，伊愈利用个半点钟，伊想要去家休息。伊讲以前伊会去咖啡堂诶，过后伊会去公园，他会去公园坐。可是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好，他会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他每天都在这边坐？之后他找到了我们的梦想馆，他觉得说，其实他在我们的馆室里面可以很放松、很自然，就是不会有人打扰他。他很享受那样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在我们的空间里面。我听下的睇家庭的一个夫人噶，有时啫，伊其实伊无乜个自家时间嘛，无自家空间，吼，伊里遐空间都有遐落卡。可是其实我哋嗰度父母朋友，伊希望嘅係啲可以被调戏的一个地方。像这样子的一个女性梦想馆，或者是所谓的女性的一个梦想大学，对于你来说，你觉得它对我们女性的朋友，你觉得它未来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加强的？就是说，我们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在更为我们女性朋友、我们的女性同胞再多做一点事情的？也许我们想的梦想并不是她真正的梦想，那我们希望妇女可以运用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说她的梦想是什么，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去协助她实现这个她多年没有实现的一个梦想。女性到底要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觉得这是梦想大学最大的希望。那目前梦想馆只限在屏东市，但是我们已经在我们的恒春正在盖我们的社福馆，里面也有很多的手作教室、学习的教室，打算可以给我们屏南地区学习。未来还有我们的内埔社福馆跟东港的社福馆，也会在明年度开始慢慢的来规划设计。当他想要滋养他自己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提供照顾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他们可以来想到我们的梦想馆，想到我们的梦想大学，这是我最大的期待。也係嘛，係一個重要的部分啦，哈。有人講夢想都牽到一對一的，伊可以等擺脫傳統嘅包袱，伊可以等地向過幸福嘅世界。其實屏東人呢，唔少夢想館，都係講下的呢，細妹朋友去打造自家一的地方。伊培養人能力，伊帶人看到個人，伊帶下個食材。今日我哋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安精彩嘅故事。我哋都感謝我哋嘅劉處長，還有我哋嘅志工咖啡。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謝謝各位觀眾。其實我哋下我哋同我哋現場聽下圓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永珣，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嚟哦。今日我教大家係針對上半身嘅運動，平常時做事還有打天咯，平常我哋會雙人腿，還有我頸肩啊、我腰圍啊，會雙人腿，針對嘅好嚟改善嘅運動哦。今日請人準備嘅瑜伽墊，唔是做鞋，能脫鞋都可以嚟做運動嘅。那今日能準備好嘅麼？我哋來運動嘅哦。好，更加強人作為瑜伽墊後，兩隻腳好盤坐，好，我哋來做一個呼吸，好，來吸氣，調氣，調氣嘅時間慢慢嘅，肚臍低後背豎上來。腰嘅儂嘅背囊慢慢嘅捲上來，我嘅眼珠看肚臍，做一個停留。好，吸氣冇吐，調氣嘅時間慢慢嘅在鼓來中間，最尾調拿在回側。好，來吸氣。調氣慢慢嚟，好肚臍啲端離背豎上來，眼珠看肚臍，做一個停留。吸氣冇吐，
跳起，慢慢的再过来。好，来第3摆哦，吸气，好，跳起，慢慢的从个身体个烦啊，伫后背强放来，吸气莫痛，跳起，慢慢的再过来。好，来做最尾摆，吸气，跳起，看你的肚脐，好，肚子舒放来，做一个停留，吸气，跳起，慢慢的回中间。好，更加好，再来做一个老人拳的，我讲紧老人拳的。好，带动我胸口，好，较抬啊一些，眼珠可以好合放来，好，再带动我腰诶，较抬拳啊，慢慢的做，唔是太急。好，归来，好，按那弯片的哦，好，弯的左片转，尽量放动的肩颈的肌肉，好，带动的胸口，眼珠可以合放来，好，再带动的腰诶。慢慢的做，归来中间，好，来用只手打开来，慢慢的吸气，好，跳起是接伫前面，好，慢下来，好，我的手慢慢的伫前面。好，去做一个延伸的动作，做停留，要继续跳起哦。好，我背囊尽量伸出来，手尽量伸出。好，手慢慢的过来。一步一步过来，好，眼背慢慢的过来中间，好，那再摆下来，老拳从细拳的肩颈，老拳倒带胸口，太拳的是，好，更加最太拳的带动的腰诶。天天的做，再回来中间，回来中间，好，更加弯片左片，带动的胸口，好，再带动的腰诶。归到中间，好，吸气，两只手压高，放在甲上面，好，好，跳起，慢慢的伫前面放松来，做一个停留的动作，背囊爱伸出咯，唔可以嘅，唔怕，你都可以倒一片都好诶，听听诶，啊，唔尴尬。OK， 你都慢慢的伫前面做一个延伸的动作。
好，再下去，可以发再下去，尽量好肚丝可以同动的脚。好，慢慢的再鼓来，一只手一只手慢慢的爬鼓来。好，再回来中间。好，跟家来做一个扭转的动作，哈。吸气，好，第二呢做片，好，大口来，两只手大口来，做一个扭转的动作。好，第二个做片，弯过去。好，做停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吸气，跳起往右边扭转。好，手要打开来，背囊要伸出来哦，腰要打出来。一、二，看後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吸氣。好，慢慢的歸到中間，跳起。好，再一擺哦，來，慢慢的數，吸氣。好，跳起的時節啲做片，彎過去扭轉。好，做一個停留，將近放鬆，讓住靠後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吸氣，跳起，慢慢的。往呢右邊扭轉，好，做一個停留，記得咯，我背咯，唔可以安尼鋪背哦，安尼冇效哦，伸出來，好，將緊放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吸氣，好，跳起，歸來中間，好，來吸氣，好，來四肢搞叉來，啲上面再做一個延展的動作，好，做停留，慢慢的定嘅，做片彎過去。歸來中間，定嘅右邊彎過去，後尾感覺一片好，一片的緊，好，我綁到一片的緊，我綁到，好，在上面一些咯，好，慢慢的歸中間，好，慢慢的過來，好，安尼做一個骨盆的運動，好，緩和運動哦，來吸氣。跳起，吸氣，跳起，吸氣，好，跳起，好，今日嘅運動唔好玩麼？佢簡單哦，其實佢都卡。好，面到誒，佢睇天下都可以做運動嘅嗬，唔是特佢也瑜伽運動咯，嗬，係個強鬆嘅運動。希望大家同阿人每日來運動哦，好好運動，阿人上來了。